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呢，我们就是 Jasmine 时间，然后在 Jasmine 的时间的这一个一开始呢，要先恭喜 Jasmine 她上岸了。上岸，太棒了，上岸了哈。对，好，上岸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上岸的意思就是已经知道要去哪里啊。就是有学校念了，对，免包包修啊，对对啊，而且蛮骄傲的，有3个学校让你选嘛，哈，就是有面试的全部正取，对，好爽。好，那现在可以公布是什么面试哪几个学校的吗？可以讲吗？可以吧？可以的哈，好，他一个是北大，台北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好，然后另一个就是东吴大学，对，还有一个是辅仁大学，然后东吴比较妙啊，东吴就是奇怪，所有东吴的毕业校友们听到东吴都会说：“我们学校很不错呢。”他又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其他科系怎样。对啊，那个远在纽约的也说：“我们学校很不错都已经毕业几十年了。”我们学校好然后你的钢琴老师也是。对啊，他就说：“东吴很不错啊。”对，就是他们都对自己学校很骄傲，莫名的向心力。对，莫名的骄傲。对，而且你说什么？东吴的校友很有钱，应该也不一定很有钱应该是每一个学校校友都有钱的，就他们很肯花钱帮学校做事。他们很爱捐学校钱，真的哦。对，是呀，对，是哦，所以他们有很多校友奖学金。真的哦。对啊，然后你是那北大是正取的前的第几名？15啊，15就算还不错哈。总共正取21个，那还不错，还行。所以如果备取的话，会进几个？那你要看正取的放弃几个啊？如果假装都有进去的话，你说正取都没有人放弃，对，那就没有人备取得上就没有了，就对了。对啊。好，然后东吴是正取3、2啦，2啦，拍谁过来减九几减黑2啊？东吴会正取几个？57个，所以就2班呢，哈。对，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它还可以开到2班，这个很厉害。文化音乐系一般都快要开不起来。没有啦，应该是看科系啊。要看科系哈。对啊，但我觉得东吴音乐系应该也是抢着要去读的吧？对啊，因为他我就知道真的是不差。对啊，真的是不差。他是在我们楼下，我面试的时候就在他们琴房后面的一间教室在等。那个是你们的系馆吗？面试的地方是系馆吗？是系馆，所以意思就离音乐系很近，就楼上楼下的。对啊，可以去跟人家借琴房吗？那要看有没有空的吧，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对啊，但如果万一想要去修个什么他们的课的话，走路就到了，很近啊。好，所以57个一样，就是如果你们57个都没有人放弃的话，那后面备取就没了。对啊，但通常不会这样，然后加减都会有人放弃啦齁。通常私立学校可以备取上的人蛮多的，就是10几、20、30，为什么都有啊？就可能把私立学校当保底啊，然后他可能上了公立大学或者更好的，他就去别的地方。了解。对，好，那辅大总共是几个？26，这么少对。然后你是正取2，正取2也是2。对啊，辅大跟东吴都是2。对啊，那就管了嘞哈。好，这个正取2呢，它需要挑战的关还蛮多，一个就是你们那个交的报告。对啦，反正就是书面审查资料。那个也会对你们有很多影响。大概占比像东吴是30%，然后面试也是30%，
另外40%是什么？学科成绩啊。那北大嘞？北大的面试好像少一点点，好像25嘛。就是我不用看到你那么多，你不用那么会讲话。然后，书面可能也是快30，应该是我有点忘记。那辅大完全不用面试。对，辅大不用面试，但是，审查资料嘛，反正一定是超过50%啦，因为学测成绩不可以大于50%。好，就是说如果大概正常一般的人就会也不用多想，就会直接去台北大学啦吼。一般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讲公立学校，你说这3间选的吗？对啊。公立学校，然后看起来升学率又高，就是讲出来还蛮好听的，行情也不错。对，好，但Jasmine 最后选了那个东吴大学。对，好，北大正取1的可以有学校了。他不一定，搞不好他有其他什么很厉害的学校啊，也有可能哦。对啊，因为也真的有就是有些人他反而就更好的学校，然后反而正取，然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就排名上感觉没那么厉害，反而被取，有可能。有可能就对了。对啊，所以这有一点就是看人啊，搞不好他不一样的科系。那因为你是3个学校的同一个科系啦。对啊。对，好，所以未来的社工新鲜人，对。刚学歹行，对，好啊，我们那个社工又分很细，那个以后反正Jasmine未来再跟我们介绍好了。对，那总之选了东吴的原因不是因为离家近，是因为就学校整个氛围跟环境跟资源比较喜欢，综合起来的状态。资源的分布是你比较需求上需要的，我比较喜欢的，对，所以没有选择台北大学。台北大学也很多资源，但是有一些就是不同，就是走向不一样。对，就是我们他是思考过的啦，就清楚他想要哪些东西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你的小孩不是很确定他要什么东西，那你就去最好的学校念，那个什么。听起来名声最好的去对，但是因为其实社工对于学校，如果你是就是进入职场的话，学校还好，没什么差。对，如果你们都有证的话，学校还好，没有差，就是没有像其他科系就是看学校看得那么重。对啊，重点是那一张证照，有证照比较重要，跟你的能力比较重要。对啊，如果你未来要考研究所要升学啊等等。直接升学的，听说看起来我们从资料上看起来是那个台北大学跟他看稿了。如果是社工所的话，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社工哦，还有公务员养成班呢。对啊，他们很多，因为他们学校就是法律系，很有名嘛。所以那个公务员圈的社工相关呢，会不会很多都是北大帮？有可能，因为他们学校的学生毕业了，真的是。没有像东吴那么多在第一线的，他们就是进政府部门。了解。对啊，了解。或是做研究。好。可是我的朋友在台北市政府的社工单位上班，我看他每天也是惨不忍睹。然后居然还可以去不过因为他当公务员呐所以还可以去演戏，去演押解。他演了好几个角色呢，你有注意到？因为在台上我认不太出来他是哪一个。了解，是齁。好，所以就是上岸了。对，不错。对，接下来就开心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要干嘛去干嘛这样。对，你要干嘛？我就先找个打工吧。对，我们有鼓励他6月底生日了以后去学开车啦。对，然后打工接地气，对于社工人员来说蛮重要的。对，因为社工人员就是接地气嘛。对啊。好，恭喜齁。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刷1排恭喜。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我们播出的这一天啊，是6/4。6月4号。
对，我问你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6·4这件事是知道的吗？知道啊，应该大家都知道。真的吗？我觉得课本有说吗？课本有说吗？有吧？我有点忘记有没有说。但是你确定他们知道6·4？就是如果是就词来说，应该都知道。但知道6·4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吗？他们知道吗？不会只是以为是一个节日吧？有，课本有讲。因为有讲到那个嘛文革啦，所以应该是对啦，有讲。有是不是？因为我实在不太确定你们这一代人知不知道6·4，因为1989年到现在都几十年了嘛，不用讲几十年啦。1989到现在，这样是多久？30几年了。对，很久不用讲1989啦，就2016至今嘛，才多久？2018年啊，8年嘛，对不对？2016之前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早就有很多人都忘记了。对啊，2016之前，然后甚至于10年前的太阳花，很多人就要不是最近有，可是太阳花是因为这样也不合理啊。是我的意思是，有一些那个泰戈代志啊，很快就不用多久，不用30几年啊，你这10年大家都不一定记得。可是6·4这么有名就只知道好像有个6·4，可到底在干嘛，可能未必知道，所以我才问你呀。应该是知道啦。真的吗？好了，反正我就可是因为我的朋友圈，会讲到这方面的人一定都知道。了解。那不会讲到的，我也不会特别去问。应该知道啦，只是详细内容不知道。好在反正就是最近一些垃圾鬼弄一个年轻人突然间意识到有一些事情不是这样子。但也是看人也是看人。对啊。怎么说？就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觉得啊？当然啦，当然，但至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是知道的啊，不然之前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年轻人可能已经忘记，或甚至于搞不清楚10年以前台湾怎么回事。对，但没关系，最近我们可能借这次机会才知道，没错，才有去就是稍微了解。好，那这一段就到这里。这一段就到好。那个，反正最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就心里很心安呐。而且看到像你们这样高中生这样。你那天去的时候，不是还看到同校？应该我猜是学妹。是学妹哦。看起来啦。哇，那你们学妹很有为呢。对，而且2个人见到了，有带着一种很开心的微笑。对啊，因为就是很难在那种地方看到我们学校，然后还穿校服的站在那。就你们學校可能比较不会出来这样子。对，或者是不会穿着学校的制服。我们那天遇到的是北一女的，一撮一撮的嘛。对，他们就是会3-5个一起出现。北一女的。了解。对，好，所以已经上岸了。对。那6·4播出的这一天，那天是我毕业典礼。对呢吼。对啊。对。我们学校很会挑时间呢。对，你们应该有人致辞上去讲说，1989年的时候啊的6·4啊，我们就这一天，后来有一首歌，歌词写说，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见。好像30几年后，这首歌的这2句词还可以用，只是用在台湾。有那时候是一群台湾的艺人呐，然后就因为6·4天安门嘛，他们屠杀嘛，对，然后呢，那台湾的艺人就帮他们写了一首这样的歌，叫《历史的伤口》。对，然后一开头的2句歌词就是这个。没想到30几年后，这个歌好像可以用在最上面就是会有，因为大家都说听那个岛屿天光会 PTSD，所以就刷一排串文，说有什么歌是符合这种情境下面的，然后但不是岛屿天光。对，那都什么选了什么？晚安台湾哦。
其中啦，就是有选他们的其他首歌啊，也有选别人的歌啊，安普，不对，那时候的张悬，你都不会置入一下，你应该上去帮我推那个我的平安之歌啊。对，你帮我置入一下嘛。还有跨博啊，跨博好像还行跨博是不是？好像光歌名就很那个，就很行啊，对不对？你搁底下戆戆找有良心的人，伊的笑面一支针在找芳，对吧？很可以耶。博昌老师笑面一支针在找芳，你都要设计哦，是不是？可以哈。对你这样不行，你应该直接，因为我总不能自己推嘛，对不对？这样很奇怪，然后网友去留言，然后还要放连结这样子。对啊，你要就是反正他又不知道你是谁。确实，对不对？对，你有没有写你是那个谁？对啊，他们也不会，他们只是看歌是什么歌啊。对，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入年轻人的世界？你帮我推一下嘛，2首啊。好，对不对？好，而且我们要有包容，爱有啊，亲希望的有啊，对吧？别按 A 瓜亲，是不是？交给你了。好，那你要介绍什么？讲一长串。好啦，今天稍微有点关系吧。什么？第一首歌是就今天就播的都是台语歌。然后第一首歌是热腾腾的新歌。就是也是串文也会就是一长串留在那个下面。什么？拍写少年的噪音公寓。好，所以拍写少年，对啊，他们要出新专辑嘛？对，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先行的歌。他们那个北流要办的演唱会好像就叫做噪音公寓。你为什么要介绍这首歌？就是刚好他发出来的时间点啊，然后跟那段时间就大家都怎么讲，有点需要被安慰。好，我跟你讲，你的那个在耳朵带我去旅行的粉还蛮多的，好好讲啊。怎样？我有时候会有点小嫉妒，粉还蛮多的。所以你可以认真的讲，疯狂的讲。但他们的歌，应该大家这里的听众对他们应该不陌生吧？你说我的听众吗？对啊，未必啊。真的吗？我的听众没有很多人在听独立音乐啦。那不然听什么？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开始介绍他们才听。是啊，有一些啦，有不少人是这样。但我的听众里面也有那种老文青哈。从80年代的摇滚音乐听到现在的摇滚乐。而且是有论述的。可是像上次你讲那个开圈，我不是跟你讲，对，我们要谢谢一下，就是有一个我要叫他大哥啦，因为他比我大一点。他有认真的做功课，告诉我们，其实开圈这个事情不是台湾才有，也不是现在才有，早在早期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开始玩。对。然后还叫我问大正说，他们台湾的开圈，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因为我还没遇到大正。对。你知道他们火星音乐要开那个场馆吗？知道。知道。我也在。他们好多大企划。他们要在北流开一个场馆，好像是在高雄也有。高雄早就有了。北流要弄一个。对，我们已经开始觊觎了，自己人开场馆。我跟黑哥已经在说，那我们老人家要去给他长照啊。对，然后我们来讲拍戏少年的。拍戏少年跟他们也是，就是应该也算他们经纪，反正就是周边啊什么都有合作啊。然后就是他们的粉丝也是应该有蛮大的重叠。对。然后他们也拍戏少年就是蛮多台语歌的。对。噪音公寓。对，噪音公寓。所以很噪音这首歌。应该不会啦。不会。应该不会。就是歌词就是有点在讲说，就是对音乐的那种追求吧。OK。理想的追求。理想的追求。对。好，那听歌咯。好。拍戏少年。噪音公寓。对。好，我再访问一下他们去鹅寮后来
其实他们在台上一定演到醉。他们的那个周边啊，很多都跟萨巴希有关。他们周边很多是真的，就是他们很会弄周边啊，对，超级超会啊，他们募资搞了他们今年的募资是好像创600多万，对啊，我那一天跟黑哥在讨论说，我们两个如果去募资会多少钱？你们两个就说我们两个加起来，我们大概有38吧。对，他们募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募到那么多不知道啊，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粉就是很主动，粘着度很高对，也都还不管他们音乐怎样啊。他们粉就是那种会去音乐季喝到烂醉，然后不知道自己怎么出来的那种人啊。对啊，就是宗教式崇拜。就是你看起来那个听团现场应该会蛮邪教的。对，我们的粉就没有办法这样，要好好跟你说啊，我要这个募资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敢去募资。对，他们周边真的超多什么衣服、帽子，各种。不然募资，不然我问一下，假设我要做一个音乐主题，然后我们来募资，你们会要挺我吗？来刷一排？我跟你讲，很快我们就知道答案，绝对没有10个。很快，而我们播出的时候，你看，很快你去看，绝对没有10个。对，因为他们不会很冲动。对，所以算了。对，好，那再来嘞？再来是跨博吗？不是，跨博大家都知道啦。穿着先生说。好了，什么？接下来这首是不是这个团是前提，是来自前提，没有听过，来自高雄的团，就是有点文青感的。哪一个浅，哪一个提？就是深浅的浅，提案的提，不是提案，就是岸边的那个提防波堤的防的提。安尼哦，前提哦，对。前提就是青花啦，边来前提较容易有垃圾淤积。什么啦？这样他们就变得一点都不，就是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很日系，然后很舒服的感觉。你那个淤积就变成臭臭的淡水河。前提会不会有消波块？不会，不会呀。对，淡水河马上前提呢。还会有死鱼。对呢哈。对啊。不要。好，来介绍一下，给你介绍。好，前提这首歌叫做点点几的呀。你们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团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团就是有点微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文青感，然后就是我怎么讲啊？感觉好像有点没有很好摸透。他们也是讲话没有那么直白的团。对，高拐对不对？就是可能想比较多的那种感觉的。搞不好跟卢志杰很熟。极有可能的。是哦。对。对。我们的那个 MCJJ 作词人，在高雄很会混咖啡厅，然后跟很多独立乐团混得很好。真的哦？对。那他跟前提搞不好真的认识对。那他们之前有一个，因为这张专辑，就是这首歌收录的专辑叫《婚礼之途》，他们就办了一系列，就是在一些小小的可能独立书店，然后像女巫店这种小小的地方的全台巡回。对。我那时候其实有买到，因为他们就很奇怪，今天要开卖，然后不讲，就是开卖当天的，譬如说12点，然后12点就突然砰，我们那个小巡回开卖了哦。高拐啊，对，就是高拐。对，这跟 MCJJ 还蛮像的。然后他们票其实也不一定很好买，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就蛮常刷 IG 的那阵子，然后就刚好中午打开就看到，前提竟然要小巡回。他们都唱台语歌呀？就是都有。然后你说他们几个人啊？他们4个人，然后一个女生是主唱，然后其他是男生。对，了解。
那所以他就是不小心那个游入浅堤的美人鱼。没有，是他揪大家来的。哦，是他揪的、哦。对，这女生揪的。对。他揪几个男生来保护他，要不然你们那个独立音乐场子都要喝到可怕。然后之前有另外一个团啊，老王乐队，他们只有一个女团员，就是那个大提琴手，然后他们其他团员揪他进团的，然后还要跟他爸妈就拜托这样子。对，因为我想到跟恁家去这么危险的。对，你们不能保证我女儿的安全这样。对，万一有人揪你组团，我也会要他们来跟我前面拜托，我要先审查一下，因为对这些音乐团圈的实在是很没有把握。确实，对，我们也是以前在那种圈子里面混的，我们大概对。所以这首歌叫做《点点一个呀》，是他写的吗？他们一起写的吧？他们一起写的。点点一个呀，我有听过，好像是你给我听的呀。对，就他们的歌都是那种舒服的感觉。他们的台语啊，就不错哦。是哦。对，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哦。怎么听的？我听他咬字啊。哦。听他的那个音和词的咬合啊。我就会分辨得出来啊，因为台语不好的人音和词常常会咬合乱掉。哦。点点一个啊，对不对？那如果咬合不好的人，一个啊，你那个雷啊就往高音走嘛，对不对？对。咬合不好的人会为了旋律好听哈，国语思考，点点一个啊。为什么？也许点点一个啊，这样对不对哈？对啊。那他为了点点一个啊，他可能想要这样子。哦，因为台语有很麻烦，就是它的咬合音韵啊，太多了。点点，对不对？那他可能变成，他可能为了要旋律好听，他前后句啊，可能点点的，他变成点点一个啊。哦，那我就听不懂啊。点点是刺刺的吗？点点一个啊，一个啊，这样。对啊，可是他们这个问题不太有然后他们是高雄人啊，那难怪，可能他们平常台语还不错，讲。对啊，可是也有高雄人不会讲台语。有啊，很多啊。但这一团，我这一首歌啦，我听了觉得还不错，而且女生的那个台语真的还不错。对，比较没有那个咬合的问题。而且他声音就很舒服。对。不然我来跟他们 feat 怎么样？搞不好可以。可以嘛？哈。好像也通哈。他们就是有点文青日系感的团。对。我们本来就老文青，可以了。为什么又没有？我们在台上文青啊。好啊。好。所以这团叫做前提。千花啦，前提。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等一下要讲，就是我想到前提，不知道什么都会联想到来吧贝贝，你知道这个团吗？知道。一个兄妹组的，一对兄妹。为什么？不知道，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蛮类似的，但是来吧贝贝比较有一点，就是感觉有时候就是音不太准。独立乐团不是10团6团音不准吗？对啊，但是他们就是我没有很常听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但前提不会。我觉得他们可以在高雄经营一家咖啡店，就叫前提耶。你说这个名字吗？还蛮适合。因为前提好像，我就想到是咖啡店。对，他们也是，他们的歌也是这种感觉啊。对啊，比如说我们淡水河边有人开一家，就叫前提。很不错对啊。好。而且他们的专辑就是也是就是很符合那种我曾经在咖啡厅听到有人播这首歌。真的？对。对啊。酷哦。对，而且那个咖啡厅就蛮妙的，他就是播了一个时段的那种英文西洋的
摇滚乐，然后大概就是60、70、80年代的那种。然后后来接下来另外一个时段就播了都是台语歌。很妙我很少选歌就对。就是他感觉是有那种资料夹，我这个资料夹播完就播下一个资料夹，然后这个资料夹是属于那个西洋经典摇滚系列，然后下一个资料夹是台湾的那个台语歌，就是也不是经典，就是一些比较独立小众一点点。那个好人好事也会这样，真的对，我说的那一间也是一个奇怪的咖啡厅，它就是他们很骄傲他们开在一个那种贵地段，中山嘛，那里咖啡厅超多，对，然后它是不限时咖啡厅，然后也不能定位，客人打电话来，我就目睹这个一切在我面前发生，我就坐在吧台，然后他就接电话，然后说我们没有办法定位然后现在就是全满了这样子，然后客人可能问他说那可能什么时候大概你觉得就是会有空位，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看缘分，他说看缘分，他很骄傲，就是卖没结亏啊。对啊，但是我就想说他们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就有一群人买单这种啊。对啊，可是大家都坐在那边不走坐在那边不走他就算点2杯饮料好了300块，可能搞不好他的本业有赚钱啊。有可能这些亏送的呀，像三鱼书店啊，对，而且他们那几个人，他们一定有人是在玩团的，因为他们有在店内办那个，就是有点像小小的音乐会这样子，所以可见他们各自有工作啊。我不知道，但他们明明就每天都要锁那间店啊。不一定啊，搞不好，他们同时有在干嘛？应该是有，然后而且他们吧台的工作人员，应该说那整间店的工作人员都是男生，对，搞不好轮流有在做什么事啊？可能有吧，就是很妙的一群人，就像那轻松玩乐团有没有？他们轻松玩乐团你知道吗？不知道，有一个轻松玩嘛，才几年而已，才十几年而已，就没有人知道了。好，没关系，他们就有录音室啊，他营业就是靠录音室在赚钱加减赚钱这样子啊。然后在玩团，对，这样不是靠团赚钱，团很难赚钱。对啦，然后像那个高雄现在最有名的三余书店，本业老板的本业就是做贸易啊，做什么？是哦，对啊，靠书店怎么可能赚钱？是不可能赚钱，但是就蛮难想象。等于这就是他来投资他对他来讲叫社会企业，回馈社会，真的是社会企业啊，那很难赚钱呐。对啊，对啦，因为靠他们要常常做很多倡议什么的，那哪里来赚钱？对，他还要花钱，没错。所以那个是在回馈社会的。对啊，反正就是在那间店听到这首前提的歌，我觉得蛮酷的。了解，因为很少在咖啡厅会听到台语歌。真的。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咯。好，前提的这首歌。点点一个呀。好 ，OK， 点点一个呀。你不觉得会被那个歌词洗脑吗？是，就会点点一个呀。蛮有 feel 的。对啊，好听。他们这张专辑还有另外一首歌跟那个 Hush 合作feature 的，叫礼物，我也很喜欢。礼物呀，那说那个我之前不是在做野台念歌诗嘛，对，然后我年纪最轻也快50岁的人嘛，然后另外2个，一个已经60，然后一个50几岁嘛，就说我们3个如果组一个团，要什么团名？叫三障乐团。为什么？比如视障啊，智障啊，还有一个嘞，阿强我们说他精障啊，因为人家所有的歌词他都要立马大脑就要想到怎么帮人家改成乱七八糟的。好啊，他一整个大脑都是，我们都奇怪，到他那里没有改他会很难过。对，这三张就很爱改，对他就是没有改会很痛苦的。对，好，所以再来嘞，这个人跟你年纪差不多，他叫做廖世贤。廖世贤哦，廖世贤得了很多次，得金曲奖，对，然后入围很多次，嗯，对，
那你知道廖世贤是我歌唱的学生吗？哈？我没有跟你讲过吗？没有啊，为什么？前几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他去上我的节目嘛，我那时候还在电台嘛，就是得奖，是得奖了吗？忘记了，还没得奖啦，是哪一张专辑忘记了，然后还没得奖，然后上节目啊，我就让现场说不然我们来现场弹唱之类的，然后节目结束以后，他就说，老师，我想要跟你学唱歌。我说上，你跟我讲，为什么他还需要？你跟我直觉哈，你很适合教我唱歌，因为廖世贤不是那么会唱歌，是哦，真的啦，真的、那现在当然好很多，那时候真的不是那么会唱歌，他们是那种凭直觉唱歌。哦，对啦，然后因为他声音比较虚，是哦，那时候，然后我就想要，真的吗？你确定吗？因为你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教啊。对啊，他说他直觉，所以我就教他唱歌。真的、哦？我还记得都去士林去他家，他住士林哦。那时候啦，他现在不是回那是高雄嘉义啦，嘉义对，那时候啦。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前面都在帮角头做音乐啊，还有帮黄山亮哥一起合作，卡迪世界的出位定什么的这种。哦，好，对对对啊，然后所以我就有教他好一阵子。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有讲啊。有吗？也讲那时候你可能也没有 feel， 因为你也搞不清楚那时候还不知道廖世贤是谁。对，所以我教他一阵子。然后很酷对，然后你要讲廖世贤，但这首歌超级久，久到一个爆炸。这首歌叫《找爱》，多久？2002年。那真的很久。对啊，就是他应该是第一首比较有名的歌吧。对，然后你怎么会挑这首歌？就也是刚好那一次我去那一间就是很有个性的咖啡店，然后他们有播到这首歌。这是在哪里发行？角头吗？这在哪里发行哦？是角头吗？不肯定。我看看。2002年的廖世贤跟后来我访问的廖世贤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啦。是哦。因为我访问已经2010几的廖世贤了，可能差蛮久了。对，所以是早期的廖世贤。廖世贤其实就是个很思考型的文青啊。看得出来。想很多，然后很爱做实验啊。对。看到2002找爱是在角头吗？还是在哪里？是吗？角头。对。角头哈。好。你很酷呢哈。怎样？你说他吗？你啦，就是听他的歌。其实就是在那之前就大概知道有这个人，但是也没有听啦。然后是因为反正就在那边听到喜欢歌，然后就是会那个用手机搜一下嘛。结果就发现好。他有一天还在听那个 Louis Armstrong。那个还好吧？没有，你们那个你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听 Louis Armstrong 还蛮稀罕的。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他是谁。了解。不是，可是好像有一群人不听爵士乐啦。对，是有一群人是不听爵士乐的。对，听不懂。对，抓不到脉络，就没有 feel。就像我听 hip hop 没 feel 一样。我了解。对。好，所以这首歌你有要特别讲什么？没有，但就蛮喜欢的。就是喜欢这样。对。OK 啊。他的声音怎么说啊？就是有种20几年前，他也才20几岁。对。但这首歌听起来不像是一个20几岁的人。他比较老成呢。对，他就是那种老成的感觉。对呀。感觉比较像40几岁会唱的歌。他老起来淡吧，就是年轻就很老成。可能。好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好，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话，你可以给 Jasmine 回馈啊，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那边，好，大家可以刷一排。然后
今天有好多东西要说、啊。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那个你也可以在你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然后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听廖世贤的这一首歌《找爱》。对，那我们透过 KKBOX 嘛，所以我一样会把歌曲的连结放上来，大家你可以自己去找歌来听。好哦，安尼，下个月录音的时候，你搞不好已经去打工了。下个月，对啊，应该是，应该是。哎呀，好，安尼，下次再说吧。好，好，拜拜，拜拜。